文贤高中的学生自治伫活动中心进行闯关游戏，这是学校为着要扬收学生对图书资讯教育课程的利用所举办的闯关活动。由二年级的学生担任关主，设计30个关卡，透过分组合作，培养学生学习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有关于食物啦就有我们的在地的食材啦那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了解我们台南市可能有一些很特色的产物啊例如我们的虱目鱼啊，或者是我们的咖啡啊了解一下我们在地的各个乡镇的一些特色的食材。闯关设计课程为期2个月，学生要将册本内容吸收了后，运用新制度、流程图等方式来制作主题海报，将知识变成闯关题目，佮加入家己制作的道具，提升趣味性。那我们结合食欲，是因为现在每个孩子他们虽然吃得好，但是未必吃得正确，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图书资讯利用教育的课程，引导孩子他们会学会查资料、整理资料。然后我们就利用图书资讯利用教育课程的时间，让他们把课堂上查到的资讯，例如像在地美食有文旦，或者是肉类有鸡肉、有鸡蛋，他们查到的资讯可以整理成一张视觉化的图表，然后再把他们找到的知识呢转化成关卡设计，让学弟妹来闯关。就是蛋有很多特色，然后我们画成一张海报，然后关卡设计我们就是利用蛋是圆形的，所以我们把它想成一颗球。然后利用球会滚动，然后做纸板做成一些，就是类似它有洞，然后从上面做迷宫，然后让它滚下来这样。要做这样的关卡，是因为我们想到文旦这个东西，它可以分支成不同的问题，像是它的产区以及它的种类都可以设计成问题。我们再依照这些问题，然后来搭配我们的选项，然后我们利用竹枪去做一个射击选项，然后让他们可以选择答案。很有趣，他可以学到许多的东西，他每一关都有可以学的东西。现场的学生一个算甲真欢喜，活动结束了后，还有奖品会当兑换。学校嘛希望借着这款的方式，让学生学习到更较侪无同款的知识。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